母旨意，凡我古族弟子，不可残害手足，放下刀枪，首恶论罪，其余不问。都听我说，都听我说，休得信她，她只是古元的小妖女。威德龙母受祭，你们勾结魂殿，残害兄弟，罪不可赦。64代东龙主古元，叩见龙母。叩见龙母。范郎，你在这等死是吗？我纵横天下几百年，没人敢这么说。现在有了。真的成了龙，坏我好事，跟那小子一样碍我的眼。这就是古人的威力。凭这几个人就能抓住我吗？他们不能，但龙母可以，受死吧！祭坛再见。又有人跑了。这是第63代东龙主的佩剑，他为了保全东道，捏碎了自己的命珠，自杀了。古族经此一役，元气大盛，乱象未平，龙母节哀顺变。处理大事为要。好好保管此剑。我不悲哀，我知道死是什么滋味。带上来。
不，龙母，我们3个是被他胁迫的呀。对，龙母有大智慧，可通3界，他老人家自然是知道的。龙母，您一定可以收拾人心，再兴古族。是，我们错了，今后我们一心一意侍奉龙母，侍奉龙母。龙母，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3人，要不是魂殿爪牙范老所胁迫，他们也不至于如此。念在他们3人多年来镇守3岛，还请龙母从轻发落。东岛龙主也受到了胁迫，他是怎么做的？回龙母，他老人家捏碎了命珠，自杀身亡了。那你们怎么好好的？这3位岛主世代镇守3岛，十分不易。现在古族内乱，我们的元气大伤。若再杀了他们，想必我们古族也就没有什么人了。在下愿请新龙母以慈悲为怀，顾全大局为重。新龙母？什么叫新龙母？这次参与叛乱的有多少人？3岛将领70多人，还有几万兵卒。兵卒不论，将领收押了吗？收押了。你们进攻东龙岛，并不完全是受到蛊惑，而是早有野心，吞并此地。要我慈悲，很容易啊。可我怎么对得起因此惨死的将士？你们都服了范劳的血，入了血脉，古族留不得你们。传我指令，将此3人废了斗气，流放至雷电山谷。若再踏足古族4岛，哪怕只是一根脚趾头，我都会亲手把你们的命珠捏碎。谢龙母不杀人呐！谢龙母不杀人！谢龙母不杀人！谢龙母不杀人！那70多个参与叛乱的将领，要查清楚喝没喝过血宗的血，喝过的不用查，直接杀掉；没喝过的，摘了他们的命珠，继续带兵。另外，从这3岛龙主的子孙后辈里，挑选出没有参与叛乱的人，带来见我，我来立这3岛的新龙主。东龙岛参与抗敌的将士们，各发奖励。伤者养其家，亡者重赏。你们下去，拟个章程给我。是。3岛龙主的家人子弟，只带没有参加叛乱的人来觐见，是吗？是。不问年龄。你们多准备一些房子，等我立了3岛新龙主之后，龙主回去，剩下的人住在城里当人质，取了他们的命珠。是，马上去办。小妍哥哥，要是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
薰儿来了。爹，吃点点心。爹不饿，你吃吧。小时候，您跟娘都不让我吃这些，只有家里来客人了，我才能趁着天黑去厨房偷吃厨娘新做出来的糕点吃。现在家都是你的了，还偷啊？我以为当了龙母就不用被管着，哪知道拘束更多呀！案子上放的水酒都是用来看的，不能真喝。吃饭的时候，那点心就只能吃1块，也不让多吃。脖子痒了也不让挠，说要有威严。哈！你还以为你是个孩子啊？现在可是龙母了，这些规矩当然得守。今天我在处置3岛龙主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打颤。要不是答应老龙母必须要这么做，我可能就一时心软把他们给放了呢。薰儿，你做得很好。爹，老龙母说，古族之所以一盘散沙，不能像其他家族那么兴旺，就是失之于宽，才致使兄弟手足相残。从现在开始，古族就要重新整顿，严刑峻法，只有这样，古族才能壮大，才能称雄斗气大陆。爹，你说老龙母说的对吗？原本我以为，咱们古族远避海上，就算不能称霸，能一世独立也是好的。可现如今，魂殿的魔爪已经伸了进来，恐怕咱们想要偏安一隅，也是不能了。薰儿，你现在是龙母，古族的未来，你该多想想了。古族的未来，这目标太大了，我不敢想。我现在只想回塔格尔荒漠去。薰儿，爹知道你很辛苦，爹也心疼你。可你毕竟姓古啊，这里才是你的家，你该把心放在家里了。你要回去，是为了萧炎吧？其实，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回去的。萧族长把你养这么大，这么些年，他也是你的父亲，我至少也应该回去跟他说声感谢，顺便给你姑姑上个坟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毛毛躁躁的，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？现在要走了，古族上下失去了主心骨，刚刚平定的局面，要是再乱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他们萧家现在自身都难保，你要回去，爹不放心。萧炎哥哥他说一定会保护我的。傻孩子，你想想，你这次在龙岛九死一生，怎么没见他来救你啊？他一定有他的苦衷的，就是不想让我去找他。我回去了。薰儿。
萧炎哥哥，你在哪儿？这个时候你要是在我身边多好。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我都没有心情吃了。萧叔叔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，得你自己去判断。这么多年，我在这儿只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谁的话也不要信。我也不相信你。今天晚上，你的萧叔叔就要被带走了。萧族长，走到现在这一步，我也不愿意看见。我是有苦衷的。魂殿给了你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姚明，你是斗气大陆5大家族之首，云岚宗主，早已名扬四海。姚厉，云岚宗几百年的传承，家底丰厚。魂殿到底还能给你什么？古人说，夏虫不可以语冬。像蚊子、苍蝇这种小虫，只能活一个夏天。如果你告诉他们，世界上有冬天，冬天会下雪，他们会相信吗？那你就给我这样的小虫子讲讲吧，我信。你给我做件事，我就告诉你。不只告诉你，我还可以放了你。我这副样子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我想帮你脸上吐口唾沫，我都没力气。萧家的地陀古玉在哪里？你非要把他带到棺材里，那我没意见。你来告诉我，
你非得要萧家的地陀古玉干什么？现在我们谁都打不过魂灭生。现在我们五族不团结，那我只有出面做坏人，拿到那5块古玉。你应该知道的，那5块古玉就是开启斗地墓的钥匙。在那墓里面装满了能让人成为斗帝的功法和斗技，有了它们，就能成为斗帝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克制魂灭生。这是斗气大陆将来的大事情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再有门户之见。你若肯为这件事情捐躯，我成功以后，我一定替你报仇，还会为你塑个大金身，让斗气大陆的人民永远记得你。说的倒挺轻巧啊。如果你不配合，将来斗气大陆沦陷了，我看你怎么跟祖宗们交代？我还跟谁交代？我的族人被你杀得一干二净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真的听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我的见识短，原来你有这么大的野心啊！难怪魂灭生会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魂灭生不是真的给了你们好处，而是把你们内心的黑暗激发出来了。人心险恶，连你这样的宗师都不能幸免。我无话可说了。好，那你等着被高高的挂在魂殿里，好好的看风景吧。萧家的事做得不干净。是，那小子逃得太快了，让我们遍寻不着。不过，还是有点线索的。他跟纳兰嫣然定了个3年之约，日子很快就到了。徒弟吗？是，还是个孩子呢。不要再出错了。出来吧。师傅，不要再搞鬼了，
刚才如果不是我护着你，范了大人早就把你抓走了。你这小姑娘，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回去吧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师傅说？师傅，你要杀了我吗？我把云岚宗最高的13剑传给你了。婚礼之后，我打算闭关修行，这个宗主的位子也会传给你。我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不要做什么宗主，我要回银城。回银城？回纳兰家？关上门做宰相？那就是等死。你觉得你们纳兰家还有什么人吗？你爹不是做斗者的材料，你那2个叔叔被你杀了，你根基又不稳，谁能帮你呢？你又知道不知道你们纳兰家到底有几个魂殿的人呢？其实你一直想吞并纳兰家，爷爷还是糊涂。不，你爷爷不糊涂。你们纳兰家家传渊源，他为什么派你到这里来拜师呢？因为他看到，当我们远征魂殿之后，云岚宗的高手牺牲了不少，而我又垂垂老矣。他派你来，是熬着我，熬到我死。再凭你们纳兰家的势力，替你争取宗主的位子。可惜啊，可惜他先死了。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我云山那么容易被骗吗？我爷爷他与魂殿势不两立，若还在世，一定不会放任你与魂殿勾结。你到底还是个孩子，看东西只看到黑是黑，白是白。你不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人像我，像你爷爷，是灰色的。灰色？不，你跟魂殿勾结，做他的走狗，就是坏人。跟斗帝就是好人，跟魂灭生就是坏人。斗帝就是善良，就是慈悲；魂灭生就是邪恶。谁教你的？这个历史是胜利者写出来的。斗帝都死了近1000年了，你对他还是那么愚忠，有价值吗？
斗帝跟魂魅生本来是亲兄弟，他们生长在北面一个极寒的地方。他们两兄弟联起手来，打遍了整个大陆，赏赐了功臣、将军，只是为了小小的矛盾，斗帝就把魂灭生永远的封印了。现在封印解开，魂灭生只不过想拿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，这不合理吗？我爷爷和你们征战魂殿多年，不是抵抗过吗？爷爷说，只要天下人齐心，魂殿不会胜利的。他们现在胜利了，我们失败了。不是的，萧家没有了，纳兰家也差不多了。我们云岚宗若继续反抗下去，那结果又会怎么样？大概跟萧家也差不多。我一直在想，留下一个没有云岚宗的斗气大陆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现在魂灭生回来了，他是世上最强的，没有人可以跟他对抗。难道他不需要一些对他忠诚、为他服务、崇拜他、敬仰他的人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想通了。你是我最爱的徒弟，我会给你特例的。你要参与这件事也好，你不想结婚也可以。你要回到纳兰家，行啊，我向你保证，没有人可以动你们纳兰家。真的吗？不过有一样东西你要给我，你有没有听过你爷爷提起，你家里有一块家传的地陀古玉？没有。你既然那么喜欢地牢，那好，那里是可以让你好好想想的地方。传我指令，把城门锁上，许进不许出，盘查城内所有携带兵器的可疑之人。是。昨夜我险些被人刺杀，说明这城内还有魂殿的余党。龙母，今日我们已经在查了，宫禁之中也要查，务必找出还和魂殿有联系的人。魂殿视你为眼中钉，派人潜入城中找麻烦，也属正常。而且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事要查只能暗访，太过急躁反而会中了他们的计。四叔呢？回龙母的话，他今日告病了。什么病？有没有派人去看？
拜见罗母。四叔，病了？我是薰儿。病了。请过大夫了吗？来过了。都是些跌打损伤的药啊。四叔，你跟谁打架了？这么不小心？我看看。你要干嘛，薰儿？我猜就是你。薰儿，你要干嘛呀？昨晚的刺客，魂殿的内应，快点把他抓起来！薰儿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敬尊长？我爹呢？请他过来。薰儿，他可是你四叔啊！难道你要像对付其他三岛龙主一样对付他？不抓他是吗？我这个龙母也不用做了。听他的。你们进来，把他带走。我，爹，你别管。你俩轻点。你们轻点儿。爹，二伯，怎么了？三伯，龙母要抓我爹，说他是魂殿内应啊。爹，薰儿，他们毕竟是你的亲叔伯呀。就算他们以前糊涂过，有过投降的念头，但也不能说明他们就是魂殿的人啊。爹，都这么久了，你还看不清楚吗？薰儿，你才当上龙母几天，怎么就这么不近人情了？他可是你的亲叔叔啊！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今天是薰儿鲁莽，我已经说过他了。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今天我是来跟大家道别的。薰儿，这么急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走，只怕有人会心不安。你们下去吧。是，龙母。四叔，昨晚的刺客是你吧？二伯，昨天晚上另外那个人是你吧？昨晚袭击薰儿的是你们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爹，你对二伯四叔有情有义，可他们未必有。其实，我带龙骑兵去救我爹的那天，心里就有疑问。叔伯久经战阵，若真有心对敌，
为何让我爹一人应战，连后援都不备？更何况，东龙岛危急的那一天，只有我爹一人在城下，不顾生死，与敌人死战。那个时候，二伯、四叔在哪儿呢？是等着我爹身死，东龙岛城破，自己还能苟活吗？这是3000雷洞下卷的斗技卷轴。萧炎哥哥第一次进萧家斗技阁的时候，拿出来的残卷就是3000雷洞的上卷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我的另一个爹萧族长差点杀了他，因为3000雷洞的下卷在血宗的手里。萧族长怀疑萧炎哥哥要拿着上卷去交给血宗。这个下卷是我在雷电山谷龙母给我的，她说这是四叔买了孝敬他的。四叔，请您解释一下，您怎么会有血宗的东西呢？薰儿，我承认，这东西是范老给的。其实早在5年前，范老就已经在我们古族活动。他先是策反了其他3岛，最后才来拜访我们的东岛。这事我知道，我们当时不是拒绝他了吗？我的好三哥，你不要太天真了。你认为事情就是这么容易可以解决的吗？弟弟告诉我，但凡血宗起了念头，他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时范老已经激起了其他3岛龙主的野心，就算我们咬死不答应，他们也会联合起来一起攻打我们。最后无非是给我们的东岛再立一个新的龙主和龙母罢了。所以你们就答应了？在座的都是明白人，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呀。但是那时岛上却有3个顽固之人：老龙母、老龙主。他们2个是那种宁可玉碎都不会瓦全的人。最后一个顽固之人，就是三哥你了。当时情况危急，为了保住东龙岛，我们只能先定个计策，答应了范老，换掉龙母，然后再让其他3岛龙主围城，迫使老龙主屈服。我去谈判，生死之危，你们也不来救我，就是为了除掉我是吗？是吗？哎，算了，其实我们也不想，我们也是为了古族啊。范劳他只是要求我们中立，这样的要求过分吗？我要是没去过雷电山谷，你这么说，我可能真的就信了。可是龙母又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范劳要的不是古族中立，而是我们家族的地陀古玉。他不给，你们就把他囚禁起来，又机关算尽，逼迫爷爷不顾我爹。这件事情跟地陀古玉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要是不想在龙母那儿知道些什么，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给杀了呢？把他囚禁起来，不就是想知道地陀古玉的下落吗？
玉竟然想在宫里。你们昨晚袭击我，为的也是找他吧？龙母叮嘱过我，古玉事关古族和斗气大陆的未来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把他交出去。就为了这个，死了多少人？说什么亲族血统，说什么为了保全古族，通通都是假的。你们就是贪生怕死！原本以为是你不懂事，到头来还是我们这些大人让你失望了。薰儿，你走吧，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不值得你留下来。爹，我是要走，但不是因为失望。古玉在我身上，我走了，那些邪恶的人就不会难为你了。你现在是东岛的龙主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东岛管理好的。我以龙母的名义判处二伯四叔终身禁忌。薰儿，如果有一块玉就能保全我们古族的安全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、灭族的可能去对抗魂殿呢？那我们都投降算了，把我交出去，把震天宫也交出去，大家都安全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就是不懂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古族好。投靠魂殿是为了古族好吗？因为害怕邪恶，就把自己变成邪恶的人吗？二伯、四叔，我真的不懂你们，我不懂你们的世界。我和萧炎哥哥跟你们大概真的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吧。你们喜欢阴谋、背叛、杀戮，信奉弱肉强食。你们不在乎邪恶，因为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你们自己也可以变得邪恶。你们要我承认，因为邪恶难以抵抗，就可以屈服。我不同意。通过阴谋、背叛，能够得到好的结果，我不相信。魂殿、血宗并不可怕，他们曾经失败过，将来也一定会失败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救我！师姐救救我！师姐！
听说你有话要跟我说。是。我在听。纳兰家的古玉，在我手里。若宗主想要，我自愿奉上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在地牢里待了几天，学会谈条件了啊！我要杀了你，就像掐死一只蚂蚁。这些我自然明白。不过宗主若杀了我，对您也有很大的损失。我是纳兰家的族长，帝国的宰相，这些您不认，倒也罢了。不过我一死，古玉，您便永远都拿不到了。讲得有道理，成熟了。我愿意听听你的条件。我与古河成婚的日子定了吗？已经定了，就在年内。那就请宗主邀遍天下门派，宣布我是云岚宗的新宗主。您闭关修炼，不再过问云岚宗之事，这样纳兰家与云岚宗结为一体，永不分离。我将古玉交给了您，也算是给了家族的长辈。爷爷九泉之下，也不会怪我。你以为我宣布你成为云岚宗的宗主，你就可以指挥云岚宗了吗？嫣然自然不敢妄想能够指挥云岚宗。嫣然只不过是想从纳兰家挑选一些能力出众的弟子，请宗主广开山门，收他们入云岚宗。当然，我的力量便也是宗主的力量。我站在您这边。愿意投靠魂殿。用古玉换云岚宗，那是讹诈。宗主若不愿意，我这便回去了。事关重大，宗主慢慢想。不用想，这生意可以做。你选人，我收徒弟。婚姻的事情跟宗主交接的仪式同时办。那便谢谢宗主了。婚礼一完，古玉双手奉上。好。我就相信你这一次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继承人。云岚宗的少宗主。来人，少宗主闭关结束了，扶他回去休息吧。少宗主请。请少宗主移驾。拜见老宗主。日子快到了吧？没错。赶快启程吧。想起这小子，我就想把他碎尸万段。
还是你不够小心呢？干我什么事儿啊？这砝码一死，他的那些傀儡全都完蛋了，对吧？我在学校里，要不是米藤山跟他若琳给我捣乱，我早杀萧炎100多回了。哼，闲话还是少说吧。萧炎的事情，范劳大人已经吩咐过了，那是魂灭生大人指定的人。我就没想明白，这魂灭生大人是怎么想的？论资历啊，论辈分，哪个不比他强？无论是你还是我，不比他忠心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看着吧，这孩子要是知道他们家被灭了族，哼，你等着吧。萧炎自然有人对付。这次回到迦南学院，尽快把焚天炼气塔毁掉，趁乱处理了米藤山和不听话的那些长老，还有跟他们亲近的学生一起处理掉。老宗主，请您明示，您是要活拿还是死拿？活着拿人，死了拿魂。魂灭生大人的祭坛上一定有他们的位置的。明白了。轩儿，轩儿，小哥哥，轩儿，轩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给我的命珠裂了，我以为你有危险，正要去龙岛找你呢。我没事，只是家里出了一点意外。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正要去塔格尔找你呢。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的命珠裂了好几次。我现在继位成龙母了。原来你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真是苦了你了，了不起。若琳导师，之前我回斗气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若琳导师会合了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。找我？是的，萧炎。薰儿说这是去塔格尔荒漠的必经之路，没想到真的遇上了。赶紧跟我走吧，还有很多人等着要见你呢。好，走吧。走。好了，不打了，一段时间不见，连帮主都敢打了。你害我挨多少打呀？啊！就是，你叫韩贤去你们家，也不叫我们。反正他回来之后，我们已经打过了。这次出来啊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见到你之后再打一顿。没错。你没回来，新招进来的耀邦学生没见过你，都快编出一本萧炎故事集了。主要是耀邦的韩长老啊，宣传得力。林修崖，你回来了，欢迎回来。这么久没见面，没有忘了炎邦的兄弟们吧？不可能，我没有一天不想回迦南学院。我倒是听说你们参加了银城的炼药师大赛，进深山图，打老皇帝，过岩浆河，进恶人谷，真是一番惊险刺激啊！可把我羡慕坏了。你那佣兵团的事情解决完了吗？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？林修崖现在是魔兽山脉一带最厉害的佣兵团团长。一旦提起血战佣兵团啊，
无人不知，都要胆寒。我这个耀邦帮主都不够看喽。现在局势危急，我担心你们会有危险。我们会有危险？还是交给学校的长老说吧。萧炎、薰儿，来，跟米藤山长老说几句。藤山长老好。这位是齐长老。齐长老好。萧炎，你好大的名头啊！啊！你虽然回了乌坦城，我们远在迦南学院，却一直听到你的消息，一件一件的，不论真假，可都把我们吓了一跳啊！是学生莽撞了。长老导师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刚才林修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魂殿崛起了。我知道魂殿一直都在筹谋反扑，可是你们一直都在外面，不了解现在的状况。过去说黑暗将至，现在黑暗已至啊！以前血宗只是秘密的活动，现在已经是肆无忌惮的到处肆虐了。几个重要的门派都关门闭户，生怕招惹。就连学院附近，都有血宗的信徒在挑战斗帝的封印了。哪来这么多血宗信徒？难道就没有人管吗？有一部分是血宗的势力，还有一部分是服用了他们鲜血的辩解者。这股势力像瘟疫一样越来越大，而五族呢，一蹶不振，一盘散沙。魂殿的崛起已经无往不利了。难怪什么？难怪魂灭生着急收集五大家族的地头骨，他大概已经做好准备进攻斗气大陆了。你是萧家的血脉，薰儿是龙母，他们肯定早已经注意了。所以，学院的长老团决定，先把你们都带回学院去，毕竟还有斗帝的封印可以抵挡一阵子。为此，学院派出了7个长老，14个学生，分了3路，到不同的地方去找你们。多谢长老们的好意，可是我还是想先回家一趟。我出来之前，跟家里人有一点误会，我一直都不踏实。还有我2个在塔格尔荒漠做佣兵的哥哥，他们一直都不知所踪，我实在放不下心。可是现在回去，不是好的时机。萧家这么大，肯定有不为外人所知的自保办法，反倒是你，只身一人，目标太过明显了。你还是先回学院去，静观事态的变化，以图将来。是啊，萧炎哥哥，你走的时候爹还在气头上，等再过一阵子，爹消气了，我们再回去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先回学院再说吧。时间紧迫，大家分成3路走。韩贤还有虎家跟着我，林修崖呢和昊天跟着齐长老，萧炎、薰儿